乡亲啊，咱所关心的原油对伊朗有法度出来无？会使4月份20只船啊通过海峡，其中一只就是这只咱台湾的军舰轮，2000万桶原油啊。原底是讲今仔日咧到芬林的卖料港啊，不过这船只吼较大只，等其他船只出港了才会当入来，所以明仔早起进港了。 突破海峡限制，回到台湾的军善轮，原本预计6号早上8点会抵达云林麦寮港，但现在还在嘉义外海。 在200万桶的原油大属军舰轮通过河姆族海峡，经过古外月，总算来到台湾的外海，目标是芬林麦寮港。美战争影响全世界原油的运输，真无简单。4月份有20只船只通过河姆族海峡，其中军舰轮入到印度洋了后。 一路到马六甲海峡，本来打算今日会到麦寮港外，不过海运即时动态显示讲，军舰轮目前要伫家己外海，小那唔使入来麦寮港。看一个真，麦寮港的码头。 我的是大属的阿线轮甲中线轮，因为军舰轮是大型游轮，都要等另外一台阿线轮出港了后，才会当入港。军善轮目前在嘉义外海台塑6轻，表示因为船稍的体积比较大，必须等其他船只出港之后才能进港。 中线轮进前了通过马六甲海峡，转来台湾，看这个办事，大属已经有唔那一台载原油的游轮入到麦寮港。 啊，那军舰轮所在200万桶的原油，会当提供全台湾半个月用量，这嘛当暂时补充国内能源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